唱出你的心声。用我的掌声，鼓励着你的歌声。因为咱厝的歌，朋友嘛过来听。咱厝的歌，天气嘛过来看，愈唱愈好听。唱出咱心声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，音乐来唱歌拼输赢。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，大家暗暝好。各位现场的朋友，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暗暝好。这搭就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，大声的！这今仔是咱的新一年度第二季度的第二个月的月冠军赛咯。心内面有够紧张的啦。你还记得头一个月这个冠军是啥物人？头一个月的冠军哦，我知影是大生队啊，地小林。是，第二季度的头一个月是大生队的，那么这马上说来，这第二个月就是风水轮流转，马上就是虾米队了。敢有可能呢？来，欢迎咱的选手闪亮登场。来，有请咱的宝华、四海，还有咱阿丁、阿成。好，欢迎。今仔来参加咱个冠军赛4位选手闪亮登场哈，来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个选手林宝霞，谢谢。欢迎宝霞。宝霞是阮的虾米队。大家好，我是6号选手四海。欢迎四海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10号选手阿典。欢迎阿典，阿典加油团嘛来到咱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12号选手吴嘉诚。嘉诚。好些，赶紧落场来准备咱的比赛，好些吧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认为倒一位有可能是今仔日的月冠军？赶紧举起手机来参加阮的冠军猜。是。拍上922加上你介意的选手编号，发送到10628882，10628882。得先参与就做了。是。那么，阮会从下一礼拜初赛，从高中的观众朋友内面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。我家就由咱泉州全武商标公司提供的简单2寸几块的山水跳烟机一只。哇，真赞！欢迎大家到店来参加。是。那么今仔日这个月冠军啊，奖品真正是丰富。来，咱来了解者，奖品是金刚龙金命茶1份。是。传牙智能消毒画柜1台，香港康基福建总代理紫化水机1台，蒙牛泉州分公司蒙牛榛果产品1份，石狮庙园庙药商行德国原装奥丁格啤酒，欧洲的这个保健食品山姆大叔饮品。Boss 高啤酒吧现金抵用馆，肥牛进口食品公司 Hello Kitty 磷粉跟马米粒磷粉，哇，全部磷粉都有呢。还个来，还有澳品管业福建营销中心提供的精美的礼品1份。再来要介绍是咱专业的评委老师，来介绍的这位是咱来自咱金门国王周道老师，欢迎。欢迎。另外这位是咱的创作歌手，也是咱唱歌表演年度冠军许怀照，咱的阿宝。是。欢迎阿宝老师。另外也是唱歌表演年度冠军吴阿诗吴老师，欢迎。哇，2位年度总冠军来做评委吼，我感觉说无管说对选手来说吼，也是一种激励啊；对因个人来说呢，也是一种进步的空间。是，那么欢迎咱的3位评委老师，接下来要欢迎的是咱的这个企业方正，欢迎澳品管业福建营销中心专注水的家台，欢迎。欢迎。叫虎大宴有机米，食米就食叫虎大宴，欢迎。欢迎。那么咱的节目啊，特别感谢民生上好卡，就是民生银行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威斯酒店，感谢宜家中车，还佫要感谢艳艺女装，是，还佫感谢新马地兰州。而且咱的比赛马上开始，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，马上进入第1轮。头一轮，4位选手按照号码牌顺序依次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最两位暂时晋级，后2位台顶。来，首先咱这个虾米队宝霞要演唱的歌曲是《风灯花》。
才相信这一切袂使用咱人，伊是真的也是假？无非你嫌阮把心加一蕊风景花，这一句话糟蹋出心的表情遐尼硬，表情遐心对落地，无非你嫌阮无心加一蕊风景花，这一句话糟蹋出心的表情遐尼硬，表情遐硬。来看伊成绩，宝下95.50分，95.50分，95.40分。林宝下点这个阶段的评估分数是95.47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感谢。马上要迎接的是咱大声队的思海参赛歌曲是。他都在听到这个宝下咧唱吼，伊讲伊会惊惊呢，伊要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思念会惊》。原来幸福拢会变流星，永远袂变，只有两人的故事。后来咱太负强过去，后来煞无法度转去，两个人愈来愈不听，无后悔好爱比。无眠无日思念的行，心酸无地做。全无心情，搁爱别人。若无你快乐已经无望，胸空破了几落空，犹原飘泊加轻松。我恨我失去强的憨人，不敢老实讲出爱的人。目睭起起。看到你要讲话煞无声，会当感觉伫我身边，你在做梦，头苍甲笑容透出目里香。思念的行，心酸无地藏，全无心情，搁再爱别人，用着心等待你的来找我。胸空破了几落空，犹原飘泊加轻松。我恨我失去强的憨人，不敢老实讲出爱的人。看伊的分数咯。来看分数，95.30分，95.40分，95.30分。思海点这个阶段评估分数是95.33分。好，谢谢思海。谢谢感谢。哈，大声啊！是啊。木水呢，个是宝下赢个思海，所以说木水是虾米队暂时略胜一筹。不要紧，我们要有强将在后面。马上迎接的是你的强将阿健，参赛歌曲是《白灵溪》。这久无想到伊，行到这条长桥，才知有这
这多年，就算定路发走鸡也有水，桥顶伊的形也煞一寸来不去。我好像彼只失去爱情的马铃薯，后悔无讲出一句话，伊伫点梦雾中飞过来，飞过去，这嘛无伊，也嘛无伊，不知伊敢有甲我有同款的滋味。我不愿变做失去爱情的马铃薯，我要来讲出一句话，伊句话藏伫咧心肝肝这多年，一句我爱你，两句我爱你，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，一句我爱你，两句我爱你，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。欢迎分手。来看麦嘞嘿，95.50分，95.50分，95.20分。啊，你念这个阶段，95.40分。哦，谢谢谢阿典。啊，目前为止呢，还是无超过虾米队的宝豪哎。呀，那会安尼，不要紧，大声队又搁派出强将，新生代力这量。新生代18岁那年。啊，有请咱的五家，有请吴嘉诚，有请嘉诚为咱带来。带来这首歌曲，爱着才知听。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，对早起等到深夜，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，犹原无影无车。我不敢想，若无你甘的生活，安怎度我的生命？寒风也忍袂过你对我的心肝，哪堪糟蹋着我？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。看着你爱别人，就清醒你对我，安怎拢会心痛？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条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清醒你对我，爱着这知影痛。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。看着你爱别人，就清醒你对我，安怎拢会心痛？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我已无资格对你讲条条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清醒你对我，爱着才知影痛。谢谢。95.60分，95.30分，95.20分。广告前天这个阶段评估分数是95.37分。好，谢谢嘉诚。来，
那有请咱这个阶段3位选手上场，今天4位选手的这个表现怎样？咱是请评委老师来给咱点评一下哈。是，来，首先有请咱的周道周老师。保下看会出来，你今仔唱歌，其实你拢真放松，感觉你心理上无啥物压力。但是你唱的时，咱一定要注意的，就是讲你的副歌，进入 B 段副歌，你的力道需要再加强，尤其咱这种3拍3/4拍的，你的重拍一定要出来。第一拍你一定要重拍爱唱出来。我讲你的重拍拢无够，而且吼。你到副歌，你唱，甲等情绪来时，你会发生一种状况，就是讲你的鼻音，你的闹声，你的鼻音共鸣出来，变成有一种哭声的感觉。其实这条歌无悲哀，无悲伤，是一种无奈的感觉，所以你无应该甲唱成悲伤的感觉。所以这个保下你这个搁较注意一下，哦，慢慢改进，就会当搁较进步。哦，加油！我点评这个吴嘉诚吼，我感觉年纪还轻不容易。我就你咧唱歌吼，让我听出来就是你工队真足，但是好亲像是只咱用个脚踏车拍伤把起，拍伤把起的时阵，咱拄着较弯曲的路、较歹行的路，会真歹行。你也会有一脚踏车就知影，你可以放啊松淡无碍，所以有淡仔咱有法度就是拄着。比如你咧唱得爱伫遮听听，到高音的时阵，在或者拍的时阵，好像脚踏车拄着一头子哩。你放啊松淡无碍，可能就法当唱较好，吼。是。我说一下四海吼，每一摆听你咧唱歌，我个感觉有一种期待感啊。包括今仔也是，但是你今仔唱的这首歌叫做《思念的行》嘛，我感觉你的歌声小可惊惊。有一个歌词顶面的问题吼，你伫咧副歌的时阵，有一句头鬃甲笑容透出麻的芳，这个芳是一句伫咧关音的所在拉长音的一个字嘛。那我感觉你这首歌他们在吃力的时阵吼，这个芳太冲了，就是整个就喊得出来，感觉听觉顶面不是非常的舒服。那我感觉这个力吼，有可能慢慢啊渐强的来唱，应该会较好淡薄。嘿，我感觉今日上值咧咱学乐就是阿典，因为我感觉阿典的音质甲顶届比赛完全无共款。我感觉你的音阶吼，即摆已经进入一种饱和状态，厚度很够，而且饱足感很好。而且你今日吼，甲这首歌你的穿插甲这首歌有下，你真有迄种冲绳味道，有一种日本人的感觉。但是你这首歌并无Okinawa迄种唱法，这种另外一种诠释，我感觉情绪真平淡的一种表现方法。我感觉你这首歌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所以我感觉阿典吼，你若阁继续磨练落去，你唔知走去倒咧头练，我唔知影，但是你继续磨练落，我感觉前途大有可为。那么咱4位选手当中，到底倒2位是暂时晋级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暂时晋级的是5号选手保下，10号选手阿典。暂时台顶的是嘉诚甲思海，嘉诚甲思海就要落场，过来准备比赛，好是无？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2轮。第2轮，暂时晋级的2位选手按照号码牌顺序，依次演唱一首对唱歌曲，由评委夹牌，得分前1位暂时晋级，后1位台顶。 2位选手继续邀请家己的这个助唱嘉宾来参加比赛，但是这助唱嘉宾不是恁邀请的，是咱的这个唱歌拼输赢，咱的优秀歌手的这个资料库内面所拣出来的。是由你家己来选来，请看大屏幕，首选是保下先来选你的这个助唱嘉宾。你画停的时阵就停就决定讲是虾米人跟你对唱吗？停。 郭和平，郭和平，好，来，刷来，咱来看阿典你的助唱嘉宾。阿典啊，你的助唱嘉宾到底是什么人？吼，预备开始。哇，陈银玲啊，那么按你投入这个优先权，你选来选你要对唱的歌曲。我是唱的
分中个赢。分中个赢。阿典嘞，阿典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《最情人》。哦，最近来，来2位 PK 马上开始。分中袂意，彼此跋相随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予你。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春风微微，花蕊送香味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予你。不管石头的暖，海水的淡，我也永远深深爱你。虽然世情多变化，我也将你牵为心肝。人生路途亲像梦一段，情歌永远有人听。海风海影了解阮心声，情海浮沉的生命。我唱孤单的船只，心爱的你敢知影？分中袂意，彼此跋相随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予你。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春风微微，花蕊送香味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予你。不管石头的暖，海水的淡，我也永远深深爱你。虽然世情多变化，我也将你牵为心肝。人生路途亲像梦一段，情歌永远有人听。海风海影了解阮心声，情海浮沉的生命。我唱孤单的船只，心爱的你敢知影？虽然世情多变化，我也将你牵为心肝。人生路途亲像梦一段，情歌永远有人听。海风海影了解阮心声，情海浮沉的生命。我唱孤单的船只，心爱的你敢知影？10号选手陈den华阿典娜对唱的歌曲是《最情人》。寒冷的雨，压甲阮心痛，心中的苦无人问。稀微的是日落，闪闪的星光，谁了解，谁同情，谁人知？望你回头，已经无可能。阮是孤单的人，暗伤悲。要离开阮身边，无需要遐多批评。
怎忍耐，怎接受，要怎相信？看别人双双对对，欢喜要醉，为怎样阮饮酒饮甲心醉？看别人雨伞愈行愈来愈远，阮哪会予破甲心痛？虽然是春夏秋冬，经过了几落冬，阮敢是你，伊拢是阮一生最爱的人。寒冷的雨，压甲阮心痛，心中的苦啊，无人问。稀微的是悲乐，闪闪的星红灯，谁了解，谁同情，谁人知？望你回头，已经无可能。阮是孤单的人，暗上边。要离开阮生命，无需要遐多批评，怎忍耐，怎接受，要怎相信？看别人双双对对，欢喜要醉，为怎样阮饮酒饮甲心醉？看别人雨伞愈行愈来愈远，阮哪会予压甲心痛？虽然是春夏秋冬，经过了几落冬，阮敢是你，伊拢是阮一生最爱的人。看别人双双对对，欢喜要醉，为怎样阮饮酒饮甲心醉？看别人雨伞愈行愈来愈远，阮哪会予压甲心痛？虽然是春夏秋冬，经过了几落冬，阮敢是你，伊拢是阮一生最爱的人。两位只有一位可以暂时的。哦，只有伊进去的，会使直接到咱的最后一轮哦。哎，对了，对另外一位呢，就个继续来参加比赛是。那么到底是咱的虾米队，还是这个大声队呢？来，评委老师，请嘎摆，到底是5号一票，10号一票，10号2票，所以进去的是10号选手是阿典。好，加油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感谢咱的两位助手嘉宾文玲以及咱的郭和平。是，接下来要迎接的是咱的这个第3轮比赛咯。那么也是咱头一轮台顶的两位选手来继续参赛。是，民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3轮。头一轮，4位选手按照号码牌顺序依次演唱一遍歌，由评委拍分，前两位暂时进入，后两位台顶。叫恁起来是要来恁来归恁的这个助唱嘉宾，所以先咱看来四海大屏幕滚动起来。停。哇，比你一个哦，刘秀。哦，刘秀。好，再来是嘉诚的。来嘉诚。什么人呢？停。王顺昌。那么四海是非常精彩刘秀，你要跟老秀参赛歌曲是什么？青春开始水，青春开始水，青嘉诚你春开始水想好未？伤心的你，稳稳啊行，
手会予你看，薄薄的衫，会当感觉你的笑脸。黄昏的景致，为阮的爱做准备，予伊看袂着阮的面，红记记，落下阮的心意。忽然间有啥你想要讲出？温柔对着音乐轻轻跳舞，约束长长久久，付出所有的来辜负。上爱听你讲话的口气，轻声细细心的水。有你的爱意，才知滋味是啥物。上爱听你叫阮的口气。梦中我的笑几暝，是咱的秘密。心跳只为你，青春开始水。稳稳啊行，阮的手会予你看，薄薄的衫，会当感觉你的笑脸。黄昏的景致，为阮的爱做准备，予伊看袂着阮的面，红记记，落下阮的心意。忽然间有啥你想要讲出？温柔对着音乐轻轻跳舞，约束长长久久，付出所有的来辜负。上爱听你讲话的口气，轻声细细心的水。有你的爱意，才知滋味是啥物。上爱听你叫阮的口气，梦中我的笑几暝，是咱的秘密。心跳只为你，青春开始水。上爱听你讲话的口气，轻声细细心的水。有你的爱意，才知滋味是啥物。上爱听你叫阮的口气，梦中我的笑几暝，是咱的秘密。青春只为你，青春开始水。在你火讲家成要演唱的歌曲《伤心的你》。心爱的你是走去倒位？为怎样我的陪拢无消息？你敢是藏伫地海角天边，心痛过去的日子？心爱的你无伫咧身边，阮只有将相片扎咧心边。上惊是惊别人将你提去，阮着爱心痛几暝。伤心的迄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听地唱出了古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到要死。伤心的迄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期待？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毋通害阮来找无你，怨恨自己。
消息。你敢是藏伫咧海角天边，心疼过去的日子？啊，心爱的你，无伫咧身边，阮只有将相片扎咧心边。上惊是听别人将你提去，阮着爱心疼几暝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听人在倾诉着旧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到要死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忆？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唔通害阮来找无你，怨恨自己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听人在倾诉着旧情绵绵，阮的心着痛到要死。啊，伤心的迄个你，对阮敢搁有一点记忆？请你着原谅阮的不是，唔通害阮来找无你，怨恨自己。今仔是头一摆合作哦，是，感觉合作了怎样？袂歹啊，我感觉伊袂歹，很好，我袂歹看中他啊，不，喂，哦，在一起的哈，哎，好不，是啊，我是说我看好他，不是拍。哦，排泄啊，很尴尬哦。那么这两位呢，就感谢恁的这个助手嘉宾。那么到底大声对两个选手咧对决哦，到底哪一位往胜出呢？胜出的位呢就有机会继续比赛。那么，但是那是无胜出，就是要淘汰咯。离开咱的舞台是，所以评委老师请假摆。12号一票，6号一票，12号2票，所以胜出的是12号选手。12号选手是咱的王嘉诚。哦，恭喜嘉诚！恭喜！感谢四海。其实吼，我感觉四海有一种非常坚持的这种精神，让人家感动。伊无管是说咧跳舞的时阵，还是咧唱歌的时，我计有法感受到一种也认真的感觉，是无？是，好，会继续是。是啊，因为阿侪人去说到你成功就是坚持袂落去的时阵，你搁坚持者，就一定会成功。绝对会成功。谢谢。好嘞，掌声来分享谢四海，谢谢四海。民生上好卡，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四轮。第4轮，第2轮台顶的一位选手，交第3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，按照何为白顺序，依次演唱一遍半歌。由评委夹牌，前一位暂时晋级，后一位淘汰。选来这位是虾米队的？宝下参赛歌曲是《爱情恰恰》。爱情的恰恰，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伫倒位？斗志，天光闪闪时，迷人的音乐又响起，因为想着你。爱情的恰恰，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伫倒位？想要甲你，想要甲你来条恰恰恰，不知你是不知。是走去倒位边，啊啉落去，啉落去，唔通流开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，就喝一杯爱情的酒，要来祝福你。爱情的恰恰，等到谜底，可惜身边。12号选手王嘉诚，
反背。看在门口翕相的，心来问你啥人的？你讲无啥好解说，因为咱的感情出问题。为你付出着一切，如今换来你的反背。从今以后莫相找，是你害我这呢狼狈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满腹的怨恨拢袂提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望我自己在惋惜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帮你自由飞。一句话，一枝花，我的春天在落雪，满腹的怨恨拢袂提。原来你的真心全是假，你的情要倒找，望我自己在惋惜。到底我是算啥货？讲好清楚，我会帮你自由飞。两位的 PK 到底哪一位有望胜出呢？那么这个难得就交到咱的评委老师，请甲牌5号1票，5号2票，5号3票，所以是咱的小米队胜出。恭喜啊！谢谢。嘉诚，你是咱这所有这选手里面年纪上小，所以你的机会上款也是上多，好些吧？以后过来哦，哈，好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嘉诚。民生上好卡，唱歌拼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马上进入第5轮。第5轮，第2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，交第4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，按照号码牌顺序，依次演唱整首歌曲，由评委拍分，最一位为月冠军，后一位淘汰。首先欢迎的是咱的这个5号选手宝霞参赛歌曲是《妈妈的愿望》。黄昏的故乡，甲妈妈的形影，永远印在阮心肝。故女的愿望，甲妈妈的歌声，予阮认真地打拼。不免贪心，做人的公正，万事拢有天地看。只要认真，免惊我歹命，天公一定会听戆囝。在这里呢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呢，对我妈说一句：妈，你辛苦了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支持着我，谢谢。黄昏的故乡，甲妈妈的形影，永远印在阮心肝。故女的愿望，甲妈妈的歌声，予阮认真地打拼。不免贪心，做人的公正，万事拢有天地看。只要认真，免惊我歹命，天公一定会听戆囝。
希望阮平安。不管最后好夜夜酸涩，妈妈永远会听念名。阮妈妈的梦，甲人妈妈拢同款。不管最后好夜夜酸涩，妈妈永远会听命。十号选手陈殿华演唱歌曲《爱你一世人》。我对你深深的感情，无人会当阻挡我的心。只要永远甲你斗阵，幸福过一生，甘愿将阮一切所有拢总交代你。过去咱的不如意，将伊放落海水，随风来飘离。我爱你一世人，可比是天顶的星，闪烁捌天，照着你的心。我爱你一世人，可比是溪边的水，流闪捌天，只有为你等。你甲我甜蜜的爱情，永远挂心，不愿来开。为着两人生活打拼，吃苦慢行，甘愿将阮一切快乐悲伤对你行，将来完成一个家庭，快乐幸福做伙，变化过一生。我爱你一世人，可比是天顶的星，闪烁捌天，照着你的心。我爱你一世人，可比是溪边的水，流闪捌天，只有为你等。可比是天顶的星，闪烁捌天，照着你的心。我爱你一世人，可比是溪边的水，流闪捌天，只有为你等。那么到底倒一位有望拿到的冠军来小水宝下向进一步，请评委老师为宝下拍分，95.70分，95.68分，95.50分。你宝下的平均分数是95.63分。好，来，阿典啊，有请阿典来，请评委为咱的阿典拍分，95.40分，95.66分，95.60分。阿典的平均分数是95.55分。所以咱的冠军是宝下，恭喜咱的冠军，你说
个上好卡，唱歌表输赢，愈唱愈出名。今仔个冠军是宝哈，观众朋友你猜对无？下礼拜咱马上来抽奖，今仔节目就到这搭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再会，拜拜。再会。